第3课客家话。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，大家vẫn會講台語，有啲老人家講起日本話，口氣優雅，甚至帶感情。中國人講台灣50年，講客話愛發展，掛舊派，成人呢學到面格強，阿公喊做爺爺，阿婆喊做奶奶，客家母語變做北京話，也愛來了，孫呢倘唔識客話，看見到牆外聲音，別人見讀唔出來，祖孫感情兩截斷，老人家血脈兩熱，報復肯定家家歸屋卡，係罵人滅絕台灣客家話，滅絕台灣客家言論，到底為乜嘅？